要来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着支持。Talk 秀台语这个节目哦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、比创意。节目呢，若是要来找找第二季去练喙花歌手，更加希望咱所有朋友大家来爱台语、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直接迷人的水准。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，大家来参与，和走入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，继续来发展。代代来上。Talk 秀台语，专门练喙花。哇，这个把秀天气也报告一下哦。请报告。哦，今仔日咱这集诶，无啥共款。有吗？因为咱会来几位非常优秀诶。咱啊捌看过人，要来加入咱的这个竞选，哎呀，我做要来比赛，吼，要比赛，对，要正式开始之前呢，由俺要来为各位隆重来介绍咱的评审长顺哥。顺哥，是，各位亲爱朋友，人生这条道路并无真好行，但是呢，你来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，人有人咧讲。伫个呢不对的这道路上，你若是要走第一名，嘛是无路用。哦，所以要经过一个方向，好好去拍拼。所以这条路无好行。哎呦，但是台语一定要练好啦。是。所以遐选手呢，大家免紧张吼，尽量将你内心要甲大家分享的迄个故事，甲讲个清楚，安尼就好啊。来，播下，跟咱顺哥鼓励一下。好，继续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咱的老师吴秀荣老师。嘿，大家好。我是秀荣，优秀搁有笑容，只要讲台语，大家拢欢喜。来，播下个欢迎。是哦。所以今日这一个这主题啊，叫做专门练喙花，海选找新车哦。什么人是新车呢？咱两边看来看，这回呢，咱总共要来参加，要来挑战，总共有12个选手哦，来自各行各业。今摆咱热情的掌声，先来欢迎1号江明良先生来有请。但是每一位选手，你要看清楚，我若行起来要分你红包，你就摕到紧落去啊，唔能够徛住啊。了解。这个红包足特别的，有一个全世界上缘投，唔过伊拢规身躯拢无穿衫，伫台湾大学走来走去的。莫搁讲啊！签名咧，对。有力啦无？这我睇到一个利用一个吼，这个差不多5分钟就写得真侪签名，希望吼恁会得得到，表示呢半暝也袂放掉。我该当摕本票来你用签的啦。我有一个师傅就是签本票。了解。好来开始来。开始哈，在下姓江名明良，吼出世在嘉义县明雄乡。即马南漂来高雄，感谢咱公司台语台，我这个机会会当来甲这个歌戏来发扬吼。这是拢破声啦吼。拍破恁兜好样，趁钱咱袂完。先自我介绍吼，人叫我吼，拢叫我阿良师啦。师的会师，毋是师啊会师。另外这个吼，另外一个题目讲一个讲吼，种孙哥，你感觉吼，师较大力，还是肾较大力？哎呦，犀利甲神利。对。台语是安尼啦吼，气口较重的，拢会较大力。讲笑，猫卡有无吼？精吼，碟都摕物件嘛。对，台语趣味就伫遮。我本身除了讲台语以外，就是咱教歌戏。大家捌看过歌戏无？歌戏大概上早开始吼，叫做落地扫，毋叫酷扫，叫落地扫。嘛叫拖卡蛇，因为你拖卡咧搬，拢演三小戏啦，小生小段小抽啊。愈搬观众煞愈济，戏煞愈好看。要安怎？开始有戏台啊嘛。上早戏台什么台知无？牛车坪。牛车坪演员越来愈济，本来敢若三必英台，后来佫有啥物？佫来个迎新甲四九，18小时挖一个头，牛兄哪会无去？我咧牛车卡，戏台收势，所以开始有得个病啦。是，过来歌戏嘿，人讲当代流行啥物，阮就啥物，开始有这个啥物内台戏啊，你紧张，刺激，这个感情到底会死袂死？明仔载佫买票来看，看会安怎死？我来保证，你佫买票来看，伊拢袂死。迄感情戏就无会通看对吧？慢慢开始流行电台。
啊慢慢演变吼，开始开始有电影，开始在去电视台演出以外，都有足侪的表演。啊，今仔日吼简单教大家吼演歌语好不？有想要学无？哎，小人呢，这位老师，你不能包晓。这个节目啊，不是，因为这个节目的时间有限。啊，是。虽然你真厉害，不敢你讲完了，你一个人会使做一集。你讲真正讲了袂歹，大家听得落去，我嘛听得落去，但是我今日高铁看袂到。哦，啊，不然咱练一下唱功的好不好？哦，做一下收尾的安尼啦吼。嘿，啊唱吼是安尼吼，叫笑功，不是起笑的笑吼，是笑声笑出来的笑。笑功。啊唱吼，鼻啊喘气对在气部去，嘴喘气对倒去。为了后头。为丹田来啦，咱唱嘴甲鼻啊同齐喘气，试看卖好不好？来，吸气。进气，哈一声，呵，水哦，破声吹一下呢吼，来，哈两声试看卖，破声搁吹一下呢吼，哦，大家袂歹哦吼，哈三声试看卖，哎，破个声搁出一下呢吼，哦，啊，最后我来表现一个正确的方式，最后，要收尾啊吼，唱完咱就收尾啊，来，好，来，准备啊，吸气，进气。你拢无笑？以为无？好啦，无笑啦，来，后回共这个时间，共这个时阵，啊，若要听脱口秀台语，哦，阿龙师甲你会面再开始，安尼哦，非常感谢，谢。来，真正袂歹，精彩，有行业，有方向，讲话清楚，搁有呢，这个把底连规矩。你连这个算讲肢体语言呐，拢展现了真好，这算师傅级的。所以呢，第一季的选手危险啊！这真正有功夫的，看到恁遮袂动的就拼出来啊！无啦，我是看伊个有回，爱需要一个理性。果然袂歹，是这个笑声一句话能够形容，皮肤袂润的少，皮肤是安尼啦。再等去啊！是，过时。来介绍第二位2号詹先生来有请，家己自我介绍你的大名好不好？大家好，评审老师好，我是做铁工的人，朋友拢叫我铁人，因为我的名吼实在有淡薄复杂。我今仔日就把我的名挑过，因为伊用国语来解说，可能有一点复杂，无好讲。是，等你讲完我就要分红包。好，不要紧，安尼我都油门小吹一下。好来，安尼我就来讲我的工课啦吼。有当时啊吼，若拄到初次熟悉的朋友，拢会甲我问讲，吼你是咧做啥物头路？我拢会甲伊讲，我是一个艺术家。你艺术家？安怎毋捌看过面遮撩的艺术家呢？伊讲毋是，毋捌看过遮无气质。讲生笑的啦。你做的是啥物方面的艺术家？我讲我是做金属雕塑的艺术家。金属雕塑就是甲铁啊切挖接的，做出人客想要的形体，互人客安尼。伊讲艺术家听起来像咧盖高金呢，安尼才会趁钱。我甲你讲，我做的是一份饲母一囝友好饲大、身体健康，都会当互这个社会更加有美感的工课。安尼听起来介了不起呢？我讲毋是，上介了不起的是食袂饱，搁枵袂死，厝嘛买袂起。冷静。毋过不要紧，我只有徛起来，我要行过。好，毋过起来领红包来落去啊！吼，好，无问题。祝大家转年行大运，趁钱哪食饭。多谢大家，我是铁人，谢谢。我先鼓励者。连翠花来讲，甲大家会欢喜会笑，一直想要听落去。但是我听起来，你常常要讲到恁阿公遐去，所以这个历史故事，迄是慢慢，迄是讲过。甲连翠花伫遐啪，3分钟都要结束的。是。好，拍一个泡仔咧，感谢。谢。下一位来哦，下一位是咱的非常少年的吼，今年才23岁，3号的听酸年。大家好，我叫陈酸妮，丹，
迄听啦，听。我即摆才知我的名是安尼念，我一直感觉我的名是成为神路。前路。系啊。好，大家当叫我 Uni 就好。今仔日我要分享的是我细汉时阵的故事。我相信有足侪人有做过一个代志，就是讲，你咧洗喙的时阵，原本要摕起膏，结果无说伊摕唔到，摕成洗面膏。毋过我无摕过，因为我摕唔起，我感觉就好笑的啊。因为我摕唔是洗面膏，我摕是洗发精。你甲我听你。我摕是洗发精，重点是伊足芳的，我足介意迄个芳味的，所以我一工我咧洗喙的时阵，我就想讲。我若是用迄个洗发精来洗头毛，来洗嘴的话，来洗嘴，来洗嘴的话，安尼明仔载我去学校的时阵，我当下经过我，就会感觉讲，哇，Uni，你哪会这么胖？因为我洗嘴的时阵用洗发精啊，所以我足胖的啊。因就会感觉我足巧的。哪会用洗发精来洗嘴？你莫家己先笑好无？好，冷静。好冷静，你顶头有写一个讲你通唱京剧，嘿，来你唱看觅。真的。我怎么来给你骗的？我怎么来给你骗的？真的吗？我真正爱唱啊！快点，我怎么是咧讲笑话互你听呀？你怎么唔唱，我都叫你落去啊！我就预备起。爱恨就在瞬间，举杯对月情似天。安尼就好啊。袂歹啦。妹妹，我跟你讲，你从头到尾哈就唱这个你就赢了，其他前面都简单。咱这是练喙花讲台语呢。对啦，起码咱先互咱有经验的这个选手，要甲大家做一个示范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首先为各位来邀请的是董灭，我想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董灭。回想吼，在日本其实阮是较世俗啦，吼，有一个家庭啊，有啥物过年嘛，赶快去围炉时阵，你是不是有迄个少年朋友常常去问讲，你当时要结婚啊？已经结婚啊？你当时要生囝啊？对无？已经生囝讲，你当时要买厝啊？那已经买厝讲，你当时要离婚啊？吼，拢直直咧问这。我甲恁教，虽然年已经过啊，咁明年恁家再继续去用，我甲恁教。若是佮拄着是大亲戚朋友问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伊直直问，你就甲应讲，我最近看董灭的这个练喙花吼，看了有淡薄仔想要出家。这个时阵，这个问题就变做讲，足侪时段讲卖出家啦，出家唔好啦，那都安怎，都袂问讲你的感情世界啊是你的嘿吼，安尼话题就无去啊。其实我感情路吼嘛是有爱情的创伤啦吼，我这爱情的创伤就是我上尾一道吼，咧谈恋爱的时阵，我就是摆在迄个情人节，我要食暗顿的时阵吼，我甲花串好哦，嘛西餐嘛订好哦，伊爱的卡棒嘛买好哦，生气呢，我讲。来，亲爱，这是我传好的花要给你。伊讲，哈，哪会是叫花啦？哪有人情人节送叫花？我讲，我就工课做了，就剩这啊，你就蒙体嘛。无爱啦，而且你讲你要请我吃西餐，这是啥物西餐？素肉、素面、素鱼，这是啥物西餐啊？你唔知，这西方叫路餐啊。这我那嘛是西方的食物啊，这好做西餐啊。哈，我无要甲你做伙啊啦，我唔要分手，咱切切啦。万请是你爱卡棒，名牌卡棒，我有替你传。讲呀，迄名牌卡棒，迄若定做，迄一档半档久才买有呢。嘿，免甲一档半档久，迄边哪会付起咧？迄古早师傅手就美。感谢大家，我是董灭。厉害哇！伊咧想各种迄个赞助以伊的迄个专业
吼，为伊的这个修行的角度讲出来，啊，对方就无法度接受，到尾就再来找安尼啦，吼。啊，恁哦，每一个人一定有恁家己的行业，乃当伫行业内底找找出这款趣味吼，讲你上好讲，讲你上理解，一定就会真好成绩。后来第二位，第二位咱要来邀请的是咱的不诋毁啦。诋毁，嘿，大家好，大家会来哦，阿公阿嬷紧走哦。无啦，阿公阿嬷到位啊，好大卖走啊，卖惊啦，卖惊。我先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做不诋毁吼，我是全国练喙花界年纪上大的演员啦，对，帮我声手拍一下啊。哦，看会出来，看会出来。看到火鸡鸡，我就是你一生上大的福报啊啦。哦。看是酒是咸是甜啦。会来啊，紧走。会来，紧走。无，我甲你讲，因拢是来趁红包的，我唔是。啊无咧。我是来分红包的，拜托的。哦，记啊吼。要伫红包牙手。老的放落来，老的无可能；查某放落来，查某无可能。汉草有6块钱，家己徛起来。我检查一下，我摸底下。你冇伫遐哈，安尼无可能。你有6块钱无？可能有哦。安尼有。这个看起来有练功夫的。会使，这个会使。啊，不过这个后壁，你嘛免艰苦啦，红包内底是空的啦。不诋毁。迄是要互你地址，寄互我的啦，拜托的，好不？小姐，紧。袂使吗？紧落去，紧落去。多谢大家，我是不诋毁。哎呦，我先鼓励者。有3分钟内底啦。伊头来讲，伊跟别人无共，我是来分红包的啦。结果我一包回伊就落跑啊。其实不诋毁有一种吼天生迄款就是要徛舞台啦，晓得是较贴切，吼。有一种魅力吼，所以迄款吸引力无共款，你爱去找找到你家己哦上赞上迄个上明显的迄个特点优点，安尼就真紧就找到你家己的路。是哇，咱高雄上出名的轻铁，其实伫日语内底有路边电车，所以咱会当讲做路面电车，嘛会当讲轻便电车，所以咱的语言是一个 living language， 伊会一直活一直活，所以有足侪新书，咱公司台语大家嘛有一个新书的书店，恁咧参与这个练喙花，拢会当去遐查一寡新书哈。好，搁最后一个吼，就是咱台语真趣味的所在，拄则讲不诋毁，遮水对无？出来分红包，共款是分哦，一个是甲人讨，你分我15000，你分我15000，我无用吼，我足用的，我会对你一直骹步行。对象无共，方向无共。对，所以去讲分红包哈，另外就是分物件互人，小妞食有春，对无？哈，所以咱嘛是爱对，嘛是爱甲福气甲分享出去，是，所以这就是我台语小学堂，拍一个捧啊咧！谢谢秀荣老师4号的颜金妍。大家好，我叫颜金妍，我阿妈因兜呢住伫阮的隔壁庄尔呢。要去隔壁庄要安怎去咧？哇！我就要来坐迄个大的巴士呢。大巴士是啥物呢？就是一只足大只的狗啊呢。哦，点啊要互我哟？